歡迎收睇天文台嘅早晨天氣節目，我係莊思寧。今朝早7點鐘，本港各區氣溫係介乎19至到22度。睇完啲睇下衛星雲圖，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，廣東沿岸嘅天色係大致良好。朝早望出去雖然見到啲雲啊，但係預計今日日間都會見到唔少嘅陽光㗎。而今日嘅天氣會係大致天晴，日間相當溫暖。市區嘅最高氣溫大約係27度，新界會再高2-3度。風方面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。之後預計星期四會有一道雲帶影響廣東沿岸，到時嘅雲量會多返啲。整體嚟講預計未來幾日都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而去到本週後期，廣東沿岸嘅風勢微弱，日頭嘅天氣亦都會比較熱啊。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度，再見。